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监察院调查高雄731的起爆案，认定高雄市政府不当来运用民间的捐款，伫6月16通过纠正案，讲这个市政府收到民众起爆指定的捐款3亿，竟然把这个捐款摕来推广观光行销，支付着电信的费用。 购买到资讯的设备甲软体、汰换座椅，而且来安设着日用品等等，这甲原定使用范围无符合，明显有违失。也毋过，单期嘛也是挺当局哦，讲这个起步的调查会堪要考验。国民党立委议员去年9月份开记者会，质疑高雄起步善款乌白用，要告陈强。 监察院调查高雄731起爆案，认定高雄市政府民间善款运用了无妥当，6月16通过纠正案。报告指出讲，市政府收到民众起爆案指定捐款总共3亿，捐款竟然用伫观光行销推广、立电话钱、买资讯的设备、甲软体、换桌啊、椅啊、甲大布棚等等，甲原来使用范围无共款。有关高雄气爆的这个事项，不管是花妈。 或者是整个事件都已经经过司法调查跟行政调查，都已经经过这些程序啊。民进党参选人陈其迈回应讲，当局伫各项起步调查会堪要考验，就企图用政治化的手法呢，去规避呢高雄市政府在陈局市长任内所种种不当行为，连基本的歉意都不表达，那我们觉得非常遗憾。监察院有关起步捐款的调查报告，嘛变成高雄市补选战的争议话题。